我轉頭入翻嚟，我另外一邊要。好，Hello，Bobby。OK， 見到埋 Bobby 啦 ，Bobby 聽唔聽到？聽到 ，Hello。OK， 好，咁啊，我會 mute 晒下啲咪嘅。咁今日咧就呢個 training 咧會進行錄影啦，咁樣。咁所以咧就到時候咧，大家咧就可以睇翻整個過程係點樣嘅。好。咁啊，所以咧，大家咧就盡全力去聽咧就可以噶啦。咁啊，今日呢個量咧有啲多嘅，所以就係啊，大家要用心機聽。好，我擺一擺翻個標籤落去先。喂，我想問下，Eileen 你答我，你依家咧標唔標示到嗰個熒幕咧係個75歲前癌症病發嗰度啊？睇唔睇到噶？有冇人答到？我睇唔睇到？我驚個畫面唔啱。OK， 好。我轉頭又翻嚟好快，你講完先。睇到啊。OK， 好。好，喂，咁我哋開始啦。嗱，今日咧，我哋第一個大 topic 咧，我哋會係講個醫療保險㗎，咁樣。咁啊，醫療保險，我哋咧做保險咧，我哋有分4大類型嘅保障層咧，我哋必須要知嘅。第一咧係人壽，第二咧係危疾，第三咧係醫療，即係住院，第四咧即係意外保險。咁啊，住院同埋意外咧，同埋人壽同危疾咧，其實係兩個類型嚟嘅。咩叫兩個類型咧？就係我哋好多時候咧住院醫療保險咧，我哋係負責係開 topic 嘅。我哋意外保險係開 topic 嘅。點解啊？你無啦啦行埋去同人哋講一單幾千蚊、3、4千蚊嘅月供嘅時候咧，其實啲人係唔會 show 你嘅。咁所以咧喺實際需求入邊咧，其實當你開 topic，OK，做住院同埋做意外咧係最容易啊。咁所以我哋今日咧第一堂咧，我哋就教什麼係醫療住院保險咁樣。咁啊但係講成個計劃同埋啲 plan 之前咧，有啲重要嘅資訊咧，大家要知道嘅。OK， 我哋點樣去同人傾偈交流，或者你點樣睇呢一件事？咁啊，第一個 PowerPoint 咧準備咗俾大家嘅，就係大家要知道咧，其實點解會存在住呢個需求？如果咧冇呢個需求嘅話咧，其實你係賣咩咧？嗰啲人都唔會聽嘅。OK， 做保險咧最特別嘅地方啊，OK， 就係我哋係賣緊一啲死後賠償啦，或者再生賠償，或者係一啲風險同埋意外入邊兩種風險同埋意外入邊會存在住嘅一啲，即係我哋嘅安全網啊。咁所以換句話講下，如果今日無啦啦叫你買單，你會唔會買啊？其實咧，你係唔會買嘅，係咪？咁點解你唔會買啊？因為你未去到嗰個程度啊嘛。但係代唔代表市場上冇嗰個需求啊？唔代表嘅喎。OK， 但係實際嘅需求究竟係點咧？我哋一齊嚟睇下。好，第一版咧就係於75歲前啦。OK， 癌症病發嘅比例啊。嗱，呢個係一個數據嚟㗎，大家都必須知道啊。點解住院保險有佢嘅需求？因為每5種男士咧就會有一種咧，就會一個咧患上 cancer。每5位女士咧就會1位咧患上癌症㗎啦。咁樣，咁點解男士會多啲咧？冇問我，可能咧男人咧壓力會大啲，咁所以咧男士就會容易啲生 cancer。嗱，你哋而家手上面咧應該有呢個 material 㗎啦，咁所以你哋可以睇住嚟聽啊。咁啊，第二咧就過往10年癌症病發率。OK， 其實咧每年都上升緊2.2% 嘅增長比率。咁所以13年咧28,000幾宗，去到22年咧係35,000幾宗啊，即係一年咧3萬幾宗人咧係生 cancer 嘅。咁樣，咁究竟咧其中一個咧 touch 會唔會係你嘅客戶、你身邊嘅人啊等等咧？咁你哋就要明白啦。好，另一樣嘢，癌症死亡比率啊 ，OK， 45歲或以上嘅人咧，其實咧佢個癌症死亡比率咧係好高嘅，係去到98%嘅，屬於高危一族。OK， 呢個係香港衛生防疫署咧就得悉嘅2024資料嚟嘅。咁所以咧生 cancer 咧好容易咧就會死亡啦。第二就係
簡單啲講，每日咧平均超過41人咧係死於癌症嘅。OK，咁所以我哋可以知道啦，其實如果我哋第一樣賣嗰份醫療保險，其實有呢一個最重大嘅需求就係，其實好多人咧都有病，只不過咧係你唔知或者你唔睇咗你都唔肯去聽咁樣。咁啊，第二樣嘢啦就係最重要嘅問題，當一場危疾醫療嘅保費咧，原來當我哋要用嘅時候咧係可以去到100萬嘅。OK， 今日咧講緊嘅係基礎醫療嘅概念同埋個產品。咁啊，第二日咧我哋會講嘅咧係關於一啲深入啲，究竟佢實質揾啲人嚟分享啦。其實一場嘅醫療，一場嘅癌症危疾究竟用幾多錢咧？啲細項究竟係點咧？我哋之後咧我哋會拆解一下咁樣。咁但係咧第一樣嘢就係原來咧一場危疾嘅醫療費用咧係可以超過100萬咁樣。咁啊，而新生代嘅癌症藥物咧係冇納入藥物名冊入邊嘅。OK，咁我哋飛咗佢啦，你自己可以翻去睇。嗱。依家好重要啦，你哋要睇呢個數據顯示，原來咧我哋肺癌啊，究竟我哋要用幾多錢？我成日咧睇啲資料嘅時候咧，都係好驚嘅，即係咧有一日咧係夜晚揸車嘅時候咧，因為啱我個女出世啊嘛，就心諗啊，依家咧度度都係用錢，咁但係第一，如果萬一我有啲咩事嘅話，OK，我 touch wood 有啲重大疾病，我究竟買嘅人壽額夠唔夠咧？如果 touch wood 我啲咩事嘅話，如果有醫病嘅話，究竟咧我要用幾多錢咧？咁樣咁啊，我全部咧都即係喺個腦海入邊咧就不停咁萌生出嚟。咁呢個問題嘅答案咧，其實就係如果個肺不幸有事嘅話咧，你大約要用230萬啦。OK， 如果咧你中風嘅話咧，你咧就大約要用120萬啦。等等，癌症嘅話咧就會少啲啊，94萬得啦。大腸癌咧72萬。咁你會見到平均咧，其實大約係100萬至到去80萬不等啦。OK， 患一個危疾嘅話，咁啊，再者啦就係如果你冇醫療保障嘅產品 ，OK， 嗰個問題個風險性係咩咧？你哋好實在咁樣話到俾你嘅客人聽，香港人我哋需要動用我哋嘅儲蓄啦 ，OK， 以支付呢個嘅醫療費用 ，OK， 或者借貸或者出售物業，以支付龐大開支嘅醫療費用 ，OK， 呢個係最慘同埋最唔想見到嘅。有陣時咧，我哋賣保險咧，其實唔係一定要份保險完全幫你俾晒 ，OK？ 唔係要份保險一定完全幫你俾晒，而係咧你唔係一定要份保險完全幫你俾晒，而係佢幫你墊住啲先 ，OK？ 又或者90% 都係份醫療保險幫你俾，有10%然之後自己俾，好過你自己完全100% 自己俾。成日打嗰個比喻係咩咧？就係 TVB 嗰啲劇啊，大家有冇睇 TVB 嗰啲劇？嗰啲劇情咧就係嗰個主角咧好有錢喎 ，OK， 好有錢。咁但係咧佢老豆或者佢阿媽咧突然間一場病醫到過嚟啦，然之後使咗佢1000200萬 ，OK， 億零兩億。咁然後咧佢家道咧就會開始中落啦，因為本身咧屋企啲客人生意咧就係靠佢噶嘛，咁樣咁佢又要醫病啦養家，咁然後就會咩啊？就會連累埋嗰啲親戚，啲親戚咧又會借錢俾佢 ，OK， 咁啊然後就總之屋企人大鑊啦。咁所以其實咧嗰個醫療產品咧最緊要咧就係支付嗰個醫療費用 ，OK？ 如果唔係咧，你就會變咗周圍借錢同埋出售物業啦。好，第二樣嘢啦，就係咧原來咧公立醫院嘅醫治咧，嗱呢個咧可能冇咁 update，因為咧嗰個醫院公立醫院嘅急症室費用咧已經加咗價㗎啦 ，OK？ 咁所以依家咧係冇咁多人等急症室嘅，咁但係輪候時間，咩叫輪候時間咧？就係雖然急症室咧少咗人輪候，但係依然咧一啲長期病患嘅話咧，其實都係用到政府醫院嘅醫療系統嘅。OK，睇下先，佢入邊有冇寫住咧？例如譬如可能我跌斷咗個十字韌帶，可能咧我要去照或者做呢個十字韌帶重建手術，要去到36個月。OK， 即係大約係3年度嘅時間。又例如可能我條腸出血或者腸痛。OK， 我要去照一個正常嘅腸胃鏡。OK， 正常腸胃鏡，我要大約係42個月等等咁樣。咁所以咩意思啊？就係咧，如果我出血發現咗有問題，但係我要等42個月咧，其實我已經等於我要由普通可能重慶食完麻辣嘢，去到我生腸 cancer， 我都仲未可以等到佢醫病咁樣。咁所以第二個問題存在住啦，就係
原來咧我哋雖然有政府嘅醫療體制，但係咧我哋係冇時間俾我哋嘅，即係佢已經預先排咗啲成日有個比喻就係、你以為你自己好急啊，我哋去私家醫院啦 ，OK， 我哋整親手撞親，我哋去政府醫院我哋撞親整親，或者我哋好肚痛 ，OK， 以為你自己好急，但係隔離嗰個咧條腸已經跌咗一半出嚟啊，佢都等緊1年啊 ，OK， 咁所以你有咩可能你覺得你會快過隔離嗰條腸跌出嚟啊？咁樣 ，OK， 咁所以 that's why 咧就要等得太耐，喺等嘅時間咧就會拖延咗嗰個醫療期、治療期 ，OK， 咁所以 get 到嘛 ？OK， 好，咁啊最後一樣嘢啦，呢個部分就係可以令自己安心治療啦，同時維持住家人嘅生活質素。咁所以醫療保障咧係要應付嘅 ，OK， 同埋咧危疾保障咧你係要同時間做嘅。咁啊下次咧講危疾嘅時候咧會講下俾大家聽點解買醫療之餘仲要即係做危疾保險咧咁樣。咁嗱有一個 terms 咧喺呢一個部分咧好重要，大家要知道買醫療保險或者你 sell 醫療保險啦 ，OK， 講求嘅咧其實係咩啊 ？OK， 講求嘅最重要係咩意思啊 ？OK， 你可以 sell 得掂對方嘅客戶，唔係因為你份醫療保險有幾抵啊 ，OK， 而係呢一隻嘅救命草個原理咧係因為你要選擇個優先權啊！大家記住今日第一個 terms 叫做優先權啊 ，OK， 我哋賣嘅咧其實咧我哋賣醫療唔係賣緊嗰張保單，而係賣緊咧客戶喺關鍵時刻買到嘅一個優先權。OK， 好多人咧將嗰個醫療保險同埋佢自己嘅使費咧聯繫埋一齊。OK， 喂，有錢人 OK 係咪要買保險啊 ？OK， 哇，第二樣嘢就係喂，如果我冇錢咁我唔買醫療啦，我費事供啦。我俾你聽喺最關鍵嘅時刻就係，如果你冇一份醫療保險嘅話，你就係要等啱啱講36個月。OK， 其實啲人話有錢使唔使買保險啊？有錢做風險轉移係啱嘅。但有錢人的確係唔使買保險喎，點解啊？因為佢喺私家醫院入邊，OK， 佢得到即時嘅治療啊嘛。但係喂，有冇人去過私家醫院啊？可唔可以話俾我聽？如果你去過私家醫院，你會知道啊。你私家醫院閒閒地，我之前有個客冇買保險，去仁安醫院啊，唔係仁安，喺法國醫院。法國醫院佢亂一個針咋，亂咗12針。OK， 因為喺尖沙咀嘅時候俾個玻璃界親，然後聯針冇住院落樓，14,500蚊。佢嗰份人工係24,500蚊，係做一啲文職工作嘅，即時使咗佢半個月糧。但係佢冇得揀啊，因為佢如果去政府醫院嘅話咧，係直頭攞咗號之後，佢一直咧等咗4個半鐘都未嗌到嗰個 number 嘅一半，係啊，但係佢滴緊血㗎喎。OK， 咁所以大家記住，我哋依家賣緊嘅唔係嗰份保單，我哋時刻都要關注住，我哋賣緊嘅係一個我哋嘅優先權。OK， 第二，私家醫院咧嘅價值係咩啊？搶緊你嘅時間，搶緊你嘅家人嘅尊嚴，同埋搶緊你嗰個舒適度。OK， 搶時間係咩意思啊？如果啱講緊你一個病由普通屙血，你去到1年半至到2年，其實你已經由普通屙血去到搶 can 係好容易嘅事嚟㗎啦。醫生話嘅。OK， 第二舒適度係咩啊？舒適度就係例如仁安醫院，你哋唔試過唔知道，仁安醫院嘅小朋友嘅半私家病房係有好多玩具玩嘅。OK， 咁所以如果你有小朋友去仁安醫院嘅半私家病房，佢係會好中意嘅，而且得到好舒適嘅治療。發燒佢都會變到唔發燒。OK， 咁所以你會知道私家醫院嘅病房咧係唔一樣嘅。OK， 最後就係家人嘅尊嚴啦。OK， 點解係家人嘅尊嚴啊？因為如果你冇錢醫病嘅話，我哋見好多我哋打籃球前有啲朋友 OK， 政府醫院咧同埋私家醫院其中一個最大特色咧就係呢個題外話咗少少，都想 share 俾你聽。嗰個醫生啊，政府醫院嘅醫生咧，佢係唔會同你講一啲好好聽嘅説話嘅。OK， 佢就係會同你講一啲完全理性去實際嘅情況。意思係咩啊？例如你斷咗十字韌帶，嗰個醫生咧，除咗同你檢查之外咧，佢就話俾你聽，如果長期唔醫治嘅話 ，OK， 你就會變做咩啊？
你就會變做長短腳，OK，你就會變長短腳，OK，因為你冇及早求醫，OK，咁無論你幾多歲都好啦，佢會不停生長，你會慣用咗你隻右腳，你唔用你左腳，你就變長短腳，OK，但係咧其實實際情況係冇咁嚴重嘅，OK，當我同呢個 case 去到私家醫院嘅時候，嗰個私家醫生咧話俾我個客聽嘅咧就係，喂，唔使擔心，其實咧你呢一隻嘅手術咧，啲醫生日日都做嘅，你隔1年半載嘅話咧，其實佢都未必會去到長短腳，最多都爭0點幾 cm 嘅啫。所以咧，你可以諗下你做唔做呢個手術，同埋我就算唔做一個大手術啦，你都可以有血清可以打落去嘅。咁睇下你點樣揀。但係其實咧唔係好嚴重，好小事嘅啫。咁樣咁啊，但係咧你記住唔好急，最緊要快，最緊要做手術嘅其實。但係咧你可以考慮下都得嘅，即係嗰個嘅態度係唔一樣嘅。另外第二個情況，我有個客戶咧係生 cancer 嘅 ，OK， 生 cancer。佢去政府醫院做緊嘅化療同埋電療 ，OK， 係個醫生咧，佢會同佢講，直接做電療化療 ，OK， 然後電療化療係咩啊？甩晒啲頭髮，然之後就要極速消瘦 ，OK， 然後咧個客戶通常喺癌症即係生完 cancer 之後會離世嘅原因咧，並唔係因為生 cancer 本身，而因為生 cancer 之後嘅化療令你個身體太虛弱。你一個感冒咧，你都會離世，呢個先至係生癌症其中一個最大嘅致命原因。喂，政府醫院啊，唔係私家醫院唔同喎。私家醫院係咩意思啊？嗰啲醫生咧好特別嘅，佢哋咧會嗰個技術咧係，佢哋會先養肥你，佢哋會先養肥你啊，係咩意思啊？佢會同你講，喂，等多2個月先醫，你呢2個月咧盡情去食嘢 ，OK， 高脂肪高膽固醇 ，OK， 總之咧你盡量將你自己食肥啲先。OK， 然後我哋先至開始做電療化療，或者做電療化療前 ，OK， 我哋再做一啲咧，再做一啲可能係標靶治療啊等等，咁啊無痛治療啊等等，咁樣咁先至做電療化療。OK， 兩者最大分別就係咩咧？心情好好多啦，心情好好多，因為早排我哋親眼見到一啲人喺私家醫院入邊咧，係做嘅一啲癌症手術或者一啲小病大病啦。其實你係完全發現或者發覺唔到佢係醫緊嘅，你諗下幾誇張？即係譬如你個朋友而家同你出街食飯，同你食咗個零鐘，個樣都冇分別，佢先同你講話佢依家癌症4期，醫緊第4個月喎，係咪？咁點解可以做到呢個效果啊？第一，因為佢喺癌症前，醫生建議佢就食翻肥，會食翻肥先。但喺政府醫院咧，佢唔會有呢個效果，因為政府醫院都費事同你傾。係啊，總之快做快手 ，OK， 快冧低，唔理你咁樣。咁所以最緊要係咩啊？家人嘅尊嚴，呢個係一個救命嘅稻草。係啊，急症室輪候時間太耐，OK。咁所以換句話講，如果有行使過任何一個嘅即係 claim 過保險嘅人啊，其實佢必須明白，或者佢一定會明白咧，醫療保險嘅重要性。所以第一樣嘢就係咩啊？再提大家。我哋賣緊嘅咧唔係一張保單啊！你同你身邊嘅朋友講，我哋賣緊嘅咧係一個優先權，係一個優先權。如果香港10個人 ，OK，800萬人口 OK， 如果得10個人係買咗張單嘅 OK， 咁你可能係買緊一份保單，人有你冇 OK， 但係人有你冇 OK， 係啦冇錯。咁但係依家係講緊800萬人口，大家700萬人都買緊嘅醫療 OK， 咁但係你冇喎，咁到時候都係你睇政府醫院，咁你係大鑊啦。即係咧原來係啦，你冇辦法優先得到處理有啲咩事，所以大家記住第一樣嘢就係其實咧係買緊一個優先權。好，我哋001 material 用完啦，總之大家記住嗰個資訊就係咁樣。好，第二啦，我哋講下一個醫療嘅重點。嗱，呢個位有冇人有問題想問先？有問題想問嘅可以喺留言區打低啊。好，第二樣嘢啦，冇問題想問嘅。喂，大家，我想問下大家係聲音畫面冇問題噶嘛？係咪？可唔可以喺個留言區嗰度打1字俾我？如果聲音畫面冇問題嘅話，可唔可以打個1字俾我？留言區打個1字俾我。OK，好，OK，好，
或者平時撳下嗰個 like，我都睇到你哋係聽緊。如果有問題嘅話，你喺嗰個留言區嗰度問啊。OK，咁啊，好，啱啱講完優先權啦，咁我哋即刻咧就去到呢個一個我做咗好多年啦之後咧，先至學識睇或者發現到嘅一個嘅醫療報告、醫療賠償報告。OK，掉翻出嚟嘅。好，大家望到嘛？嗰個醫療賠償報告。我哋講一個啦。好嗱，醫療賠償報告咧好緊要噶，坐實咗個好大嘅信心咧，如何去賣一張宏利嘅醫療保單？因為咧，其實我成日都諗啊，究竟我哋賣咁多保險單啊，OK，其實係咪真係賠得出，或者真係賣得到嘅咧？咁樣咁嗱，我哋可以睇下，其實咧喺過去，宏利人壽保險國際咧喺2024年嘅咧，其實呢個係一個好厲害嘅數字嚟嘅，佢係賠出咗57億嘅港紙啊！嗱，你冇聽錯，我第一次聽咧，我都係嚇親。佢係 total 係賠出咗57億嘅港紙喎。57億喺邊度嚟？一個結構，大家可以望下。57億嘅意思咧係人壽成功賠償比率咧係3400萬，係咪？2500萬 ，OK。咁啊，所以咧就你會望到佢個 case 嘅個案係 OK。99%，90% 以上，即係賠償啦。OK，如果有啲人有病前嘅問題嘅話咧，可能佢未必會賠，但係佢住院保險咧，你睇唔睇到佢賠償嗰金額係有幾大啊？OK，超過咗上面嗰個 case 嚟嘅3400隻 case，下邊係13億。OK，但係咧最厲害嘅係住院保險。OK，住院保險咧係賠償咗32億啊，32億啊個住院保險係賠償咗。OK，咁 total 佢有57億。OK，咁頭3位究竟係啲咩咧？喺保險公司嘅數據嗱，我俾你聽，衛生署咧，佢都係睇緊呢一啲數據，因為佢真正嘅索償真係嗰啲人咧係會嚟即係保險公司嗰度攞錢噶嘛。咁你睇到癌症，第二係肺部疾病，第3係心臟疾病，第4先係其他。OK， 癌症入邊係點樣分啊？OK， 我哋睇一個年齡先啦，好嘛？年齡 OK， 年齡41歲至到60歲，其實都好高噶個身故賠償。OK， 我哋睇下身故賠償，我哋睇下嗰個嘅睇先嚇住院個 claims ratio。嗱，呢個 report 咧，亦都係撳咗俾大家噶啦，已經咁，所以咧就大家咧係可以隨時攞出嚟咪下啦，或者去研究下究竟係點樣啦，好嘛？咁樣咁啊，危疾賠償 OK， 第一個主因癌症係最多啦，原來77.07%。OK， 第二都係心臟病，第3係咩啊？第3係腦血管疾病啊，腦血管疾病。癌症入邊第一大頭殺手乳癌 ，OK， 乳癌，我哋做得最多嘅咧就係個心口有硬塊，心口有硬塊。第二係肺癌，跟住甲狀腺癌，第4腸癌，第5係前列腺 ，OK。咁你會見到咧，點解腸癌以前係頭殺手，但係而家跌咗咧
OK， 因為依家嗰啲人做腸胃鏡咧係大量 OK， 依家好多人做腸胃鏡檢查，所以咧佢已經係簡單咗啊，即係已經係好早已經及早治療啦。OK， 咁所以咧的確係少咗人做，即係少咗人因為腸癌而過身。OK， 咁啊年齡組別啦。OK， 嗱呢個數據咧係好特別嘅，大家睇到原來咧喺 Cancer Ratio 入邊咧，見唔見啊？41歲啊，41歲，嗯，41歲去到60歲中間 ，OK 嘅患危疾嘅人咧係最多啊 ，OK， 即係個 Cancer Ratio 係最多啊 ，OK。咁所以我一直以為咧65歲以上嘅人咧先至係最高峰，但係咧原來唔係嘅，患病係41歲去到60歲重大疾病嘅人咧係最多啊 ，OK。咁所以大家呢個係要注意啦，呢個小貼士。咁啊，呢個咧已經係發咗俾大家啦，都有句，咁大家咧就可以自己研究同埋望下，究竟係啲數據係點樣做法。好，有問題想問呢個位？冇問題問嘅話咧，我哋又去下一個部分啦。嗱，醫療咧，我哋有分兩種嘅，邊兩種咧？我哋有分全包型醫療 ，OK， 同埋咩啊？同埋普通醫療。你見過坊間嘅醫療保險嗱，依家教緊啲實操啦，依家教啲實際操作 ，OK， 全包型醫療同埋普通醫療。普通醫療係咩意思咧？即係咧你住喺無論咩病房，你有得揀嘅 OK， 有得揀普通病房、半私家病房 OK， 同埋私家病房。你揀定你嗰個房型，你又要住嗰個房型。第一，第二咧就係你揀完之後咧 OK， 你亦都係有一定嘅限額嘅，有一定嘅限額 OK， 有一定限額。咁第二咧就係你要根據咧你嗰個嘅房型咧嚟去分別嘅。咁所以我頭頭做保險咧，第一樣嘢嘅咧，其實就係問下大家，或者當其時咧，我自己學識咗最重要嘅就係你識唔識得同你嘅客戶傾偈嘅時候，分開唔同嘅房型先。如果嗱，你問我，如果你未入過醫院啊，其實正常咧係唔識嘅。如果你未入過醫院，正常係唔識嘅。你問我嘅話，OK。但係咧今日咧呢個 slide 你就會明白啦。OK，其實咧喺一個正常嘅私家醫院入邊咧。私家醫院入邊，佢係有分大房，即係普通病房。OK， 第二就係半私家病房，第三就係私家病房。我哋清一色，全部私家醫院都係咁樣噶啦。OK， 全部私家醫院都係咁。OK， 所以咧，但係佢點樣定義嘅咧？原來咧最特別嘅地方係私家醫院嘅病房咧，佢係由廁所去定義嘅。OK， 廁所去定義。同埋幾多個人用同一個嘅浴室空間 ，OK， 所以你見到個 slide 上面寫住 ，OK， 如果你係多人可容納4至到8人嘅浴室設施就係大房 ，OK， 如果係1至到3人 ，OK 就係半私家病房 ，OK， 所以咧唔好成日問我，就係究竟我住緊咩病房，普通病房定半私家 ，OK， 點解佢係3個人同一間病房，但係佢係半私家，唔係普通病房。OK， 你都要識得答你嘅客戶。OK， 個別情況可以安排獨立房，同時間亦都點解佢得一張床，但係佢係半私家。OK， 明白嗎？所以佢係咁樣分配嘅。私家醫院嘅私家病房，我嘅私密度係最高嘅，獨立間房咩意思啊？即係佢個廁所係佢自己一個用嘅。OK， 好，我哋繼續。咁第二啦，究竟咧佢哋個價錢比例係點樣嘅？嗱，已經咧 cap 晒咁張圖出嚟喺你哋003嘅第二個 material 入邊。港怡 OK， 有冇人係住荃灣嘅 ？OK， 荃灣近荃灣嘅港怡中心、港怡醫院 OK， 咁就係係咪港怡喎？港怡唔係喺荃灣嘅，港安先喺荃灣嘅。OK， 我哋去睇我最中意嘅仁安醫院大圍。OK， 大圍仁安醫院 OK， 私家病房係2500蚊
見唔見啊？私家病房係2500蚊，至到去8000蚊。OK， 至到去8000蚊咁樣。咁啊，而咧嗰個嘅普通病房咧係800蚊至到950蚊。OK， 點解會有呢一個分別咧？點解會有呢個分別？就係如果咧你去仁安醫院嘅話咧，佢會有分咧，即係任何私家醫院其實都係嘅，佢會有分近窗邊位啦。其實好似飛機咁樣，即係你個隻腳可以伸長啲咧，啱搭完飛機，你就要加錢啦。OK， 如果你係普通夾埋嗰啲位咧，你就會平啲啦咁樣。咁所以咧，如果係近啲通道嘅話，即係入啲嘅話咧，就會平啲啦。OK， 如果你近窗邊咧，就會貴啲。咁如果你哋係近窗邊，再係新樓嘅話咧，你就可能係950蚊咁樣咯。咁啊4至6人病房 ，OK， 或者14人病房咁樣。咁啊呢啲都係普通病房咁樣。咁啊，你會見到唔同嘅私家醫院咧，其實都係有唔同嘅收費。OK， 但係咧，其實佢都係大同小異嘅，話俾你聽，個倍數都係大同小異嘅。OK， 普通病房、半私家病房，去到私家病房 ，OK， 浸會 ，OK， 浸會。咁啊，另外聖坡咁樣，咁啊，港安啊啱講啦，荃灣港安 ，OK， 咁啊法國 ，OK， 咁小嘅 knowledge 冷知識咧，提下大家，一般咧醫生咧佢會中意用一般咧如果你去睇一次私家醫生啊，跟住去做手術嘅話咧，其實要睇下個醫生個人興趣，佢係中意邊一間嘅掛號嘅，即係咧醫生去。你睇完私家醫院你睇完私家診所嘅醫生 ，OK， 腸胃科、尖沙咀海洋中心嘅醫生 ，OK， 張醫生，咁咧你就張醫生就同你做檢查啦 ，OK， 咁你會揀邊一間醫院咧？問下大家先，你覺得你會去咗邊一間醫院嗰度做腸胃鏡檢查 ？OK， 答案係你冇得揀，因為通常咧腸胃科醫生或者係嗰個醫生咧。佢都有自己相熟或者興趣掛牌嘅掛號嘅醫院嘅掛診嘅醫院嘅 ，OK。例如佢中意去港怡咁樣，咁你就會去港怡 ，OK。佢中意去仁安，你就去仁安。浸會就會浸會咁樣。咁所以到時候你係跟醫生咧，你就唔係跟醫院嘅 ，OK。有陣時咧最怕咧就係嗰啲客咧，可能佢住港島嘅 ，OK。咁但係咧佢就要去養和咁樣，咁啊，但係咧佢一嚟冇買全包型醫療啦 ，OK， 養和就會好貴啊，OK。二嚟咧就係佢其實咧。係要跟個醫生，咁去翻九龍嘅法國咁樣，咁佢又會好唔中意咁樣，咁到時候要同佢傾下偈咁樣，咁所以記住係跟醫生嘅，通常90% 係咁，但通常有啲醫生，亦都有啲醫生咧會問下你興趣喜好 ，OK， 咁啊後者咧就我哋有好強大嘅醫療團隊 ，OK， 咁所以你只要揾嗰啲醫療團隊嘅中介人咧去幫我哋手咧，其實你就完成個步驟啦，所以咧唔使太擔心，呢個係你同客戶交流嘅 knowledge 嚟嘅啫 ，OK。咁再者係咩意思咧？再者就係小知識就係通常咧骨科咧就會喺仁安醫院嘅，OK，仁安醫院骨科同埋個微創咧就會做得好啲嘅咁樣。咁啊，另外咧就浸會醫院咧就會舊啲嘅，法國醫院咧就會新少少，但係靚啲嘅器材咧其實喺浸會醫院嘅 ，OK。咁啊，但係環境咧法國就會好啲咁樣。咁啊，呢啲大家要知啊，咁樣。咁啊，同埋咧唔係每一間嘅私家醫院咧都有急症嘅門診嘅，OK， 24小時急症門診唔係嘅 ，OK， 咁樣咁啊。之後咧詳情一路會話俾大家聽 ，OK。咁但係咧呢度咧就話俾大家聽啊，另外有個小 tips 提大家，中文大學嘅即係咧最新嗰個中大醫學院咧，就少不免咧盡量唔好去，OK，因為咧佢嗰個加價幅度咧好貴 ，OK。咁啊唔知係玩咩花神 ，OK， 但係咧係好容易會 can 爆啊，咁樣咁啊，淨係特別要留意呢一個點字啫，中大醫學院 ，OK。咁喺大學站咁樣，咁其他係冇乜太大問題咁樣咯。咁啊，去到呢度有問題想問 ，OK， 咁總之咧，呢個位咧就話俾大家聽，其實咧係有分到嗰個嘅唔同嘅病房，即係私家由普通病房去到半私家，去到私家病房，都係跟咩嚟分啊？各位都係跟你嘅廁所同埋個價錢 ，OK 嚟分段嘅 ，OK。呢樣咧好重要，你一定要知啊，因為咧你買單嘅時候，第一你會知道嗰個嘅病床。即係嗰個病房，你係揀啲咩病房？第二，你入院咧一定要配合翻嗰個嘅病房啊。OK，如果唔係咧，你係會 cam 唔足嘅。即係你買開普通病房，你就要係住翻普通病房。之前咧，我有 friend 咧，或者我有個客咧，佢唔識睇英文啊。
佢唔識睇英文啦，即係咧佢去到仁安啦，明明佢係買 war pan，即係普通病房，咁佢就 take 咗 semi private 啊，咁啊，足之咧我一去到探佢嘅時候咧，見到哇2人病房嚟嘅，搞咩？咁啊即刻咧就幫佢咧就轉翻去個普通病房 ，OK，咁所以呢樣嘢好緊要啊，你要識得提嗰個客，究竟佢買咗啲咩病房，如果唔係咧佢 claim 錢嘅，可能之後後續手續咧會好麻煩 ，OK，咁啊所以咧就呢個就係病房嘅分別。好，呢度有冇位問題冇想問先 ？OK， 既然冇啊，我哋可以繼續。好，咁嚟啊，講翻啲實操嘢啦。OK，我哋咧係有醫療保險咧，我哋有分2種嘅其實。第一咧就係自願醫保嘅產品啊。第二咧就係一般嘅醫保嘅產品啊。咩叫自願醫保、一般醫保咧？通常咧喺呢4年間入邊咧買保險嘅人咧，OK，佢都係買緊自願醫保。但係咧，如果咧佢一啲好古舊嘅醫療保險，而且咧又冇經過啲 agent 啦，即係可能係孤兒單，然後咧佢係冇 migration 啦，即係冇由自願醫保嗰段時間啦。每間公司無論 AIA、保誠定係宏利咧，其實咧佢做過以前嘅醫療保險咧，佢都有一段時間咧係可以給予嗰個客人咧 migration 去一個新嘅自願醫保啊，即係普通醫療同埋自願醫保。咁好多人會問，其實兩者有啲咩分別咧？兩者有啲咩分別咧？咁樣，其實咧兩者咧就有呢以上項目嘅分別。好，可能你而家手上面咧，你今晚翻去咧，你都會 check 下你嗰份係自願醫保定係一般醫療啦。如果你冇個寫住 VHIS 嘅，即係英文版 OK，冇寫住 VHIS 嘅扣稅產品嘅自願醫保咧，你就唔係叫自願醫保。但係咧，唔係淨係可以扣稅咁簡單嘅。第一就係佢嘅保障範圍其實係唔一樣嘅。OK，咩叫保障範圍唔一樣咧？其實咧喺自願醫保嘅世界，無論你買緊 FWD、永明定係宏利定 AIA 咧。其實咧，佢一定要符合政府規定嘅10項要求嘅。OK， 政府規定嘅10項要求。OK， 換句話講咧，其實咧喺所有自願醫保嘅藍本，我哋所有自願醫保嘅藍本咧，其實係差不多噶，係差不多噶。即係換句話講，你譬如買 AXA 嗰份醫療保險，OK， 買永明嗰份醫療保險，我成日都同啲客咁講，就係其實你同買宏利嗰份醫療保險係差唔多嘅。OK。喺個保障範圍入邊，沒有太大嘅分別。OK，可能咧每一個月嘅優惠有啲唔同，但係咧喺實際嘅計劃入邊咧，其實你唔需要間 plan，唔需要冚 plan，因為你買永明同埋買 FW 都係一樣，同埋買宏利。OK， 最緊要係咩啊？你買我嘅服務。OK， 你想睇醫生嘅時候，你有我去話俾你聽，你去睇咩醫生。OK， 究竟你想得到最好嘅治療嘅時候，我會馬上聽電話，然後幫你處理 ，OK。咁所以自願醫保就係咁簡單。咁你話如果保障無需符合政府規定嘅10項要求嘅，就係一般醫療產品啦。即係以前咧好多醫保咧，點解話啲人 claim 唔到 ？OK， 然之後就冇用咁樣，好多係轉現金咁樣。例如以前咧有啲人咧好興買恒生嘅，恒生有啲醫療保險咧就係其實佢係得3個項目嘅啫。OK， 手術費、麻醉師費同埋藥費咁樣。咁啊，出院前門診咧，佢 claim 唔到；出院後覆診咧，佢都 claim 唔到。OK， 因為咧佢根本就唔需要符合政府規定嘅嗰啲10項要求。OK，咁所以依家咧，其實基本上你一個病痛，然之後咧全部治療，其實佢基本上都包得足㗎。咁樣，咁只不過係睇下你買全包型啊，定還是係買普通型嘅醫療啫。OK，第二啦，就係咧以前嗰啲就冇得扣稅嘅，咁依家咧嗰啲最多可以扣8000蚊稅嘅。OK，咁啊，另外咧呢個緊要啦。按每個年度啊 ，OK。第二就係每一項手術計算 ，OK。呢個咧就按每次住院計算嘅。喂，點解咧？點解有呢個分別咧？以前嗰啲保險同埋依家啲保險 ，OK， 一般保險同埋自願醫保，因為咧政府醫院咧對於嗰個醫療機構，即係醫療體制嘅長期病患啊，已經處理唔到啊。即係例如咧，你可能有糖尿，你每個月咧去排隊攞藥，其實嗰啲人成日去政府醫院，其實真唔係做啲乜嘢嘅。即係我媽咧去政府醫院排3-4個鐘頭。其實得攞咩啊？攞嗰啲係幾廿蚊嘅血壓藥咁樣咯，因為佢以前通過波仔咁樣，咁佢又冇買醫療當其時咁樣，咁但係佢就一定要去喎咁樣，
咁但係呢啲咧，佢又冇一個長期可以治療到佢嘅方案。咁所以就算咧佢有買過醫療保險咧，其實咧佢都係唔會即係有啲人就算有買醫療保險，佢都唔會 claim 到佢長期病患，因為佢係每一次轉計算。喂，依家咧長期病患咧就得到醫治啦。如果你買醫保，即係例如糖尿病啊，可能你要長期唔係每一單嘅，即係唔係每一次住院，因為糖尿病唔使住院噶嘛。OK， 咁樣咁你可能每一年你去醫院個 check 咧，其實你都可以有嗰個claim， 即係你可以 claim 得到錢啊。咁樣咁啊之後咧再落就終身限額啦。咁樣咁啊唔使話終身，因為佢每年重新計算嘅。咁啊磁力共振啊等等，但係咧呢個有關鍵咧就係依家新嘅啫，可能有啲咧需要自付啊，一啲太細 I 嘅嘢，例如照 X 光啊、MRI 啊等等呢啲咧，咁一陣咧條款嗰度有講到啊。咁樣咁啊每年可獲保額，即係咧香港人咧越嚟越大壓力啊。OK， 咁所以咧精神科治療保障咧其實以前係冇嘅。OK， 罕有提供相關保障，但係依家咧每年可獲保額，可能你覺得啲人咧疏疏地啊，而家咁啊太大壓力都 OK， 咁所以咧就好，可能覺得啲人太大壓力啊，所以咧就佢會增加佢，即係佢多咗精神科治療咁樣。咁啊，第二咧最尾咧就係呢個啦，出院啦，以及去出院後入院前嘅門診保障。呢個咧係最多客人問同埋最擔心啊，即係究竟如果我入院前同埋出院後 ，OK， 通常啲客好搞笑噶嘛，佢可能一同你傾偈，哦，我肚痛咁樣，跟住你就會同佢講話，喂，我去有個腸胃科醫生啦，你去尖沙咀嗰度見下咁樣。跟住個客係咁答你噶嘛，我想入院做檢查咁樣。咁其實你入院做咩檢查咧？你唔知噶嘛，根本都一嚟你要初步評論下究竟你要做咩檢查啦。OK， 第二就係根本你都唔知道你究竟係要做啲咩檢查。咁但係點解啲人會咁講啊？因為佢想慳翻入院前睇嗰筆嘅醫療費啊。即係啲你係咁樣噶嘛，睇專科醫生咧就好簡單，但係咧就始終啲人一覺得睇專科咧就要俾好多錢。咁但係其實咧你有自願醫保咧，你係唔使擔心啊，因為咧你入院前門診同埋出院後嘅覆診咧，其實咧你都係包嘅，你都係包嘅。OK， 咁樣咁揾個 agent 咧，其實佢就有得 claim 噶啦。咁樣咁但係點解啲人驚啊？因為以前咧 AIA 啊，即係開名友邦公司咧係冇即係佢係 ABC plan， 然之後拆開晒 AB plan、CB plan 咁樣賣嘅。咁所以好多時候咧，嗰啲 agent 咧都冇賣嗰個出院前入院前或者出院後門診俾個客㗎。咁所以好多人都賴過嘢咁樣咯。咁呢樣要留意，但係依家咧就唔會有呢個情況出現啦。咁樣咁所以嗱，點解講咁多？因為咧依家老實講，冇住院保險嘅人咧係少之又少，即係其實咧依家係坊間90% 嘅客戶咧，其實佢都正常 prefer 有住院保險啊。冇嘅話咧，其實佢都硬淨啊，佢都未必俾你咁容易 sell 得喐嘅。OK， 未必咁容易俾你 sell 得喐，sell 得喐咧都係因為親情感情。OK， 但係咧，我同你講，好多人咧，你一睇佢份單咧，其實咧可能佢係冇轉過㗎，即係冇轉新嘅醫療保險啊。OK， 咁所以因為 VHIS 自願醫保咧都係呢幾年入邊嘅事啊，咁樣。OK， 咁所以咧大家就可以知道啊。OK， 咁呢個喺004你嘅 material 入邊啦，你就會明白啦。好，再者，呢位冇問題想問，好，我哋又高呼下一個啦。有問題隨時可以打喺個 chat box 嗰度問啊。好，去到下一個啦。咁啊，睇完個自願醫保啦。OK， 其實咧，喺嗰啲嘅 claims 入邊咧，嗰啲圖表係點樣嘅咧 ？OK， 咁啊，俾大家睇下。其實呢個 claims 入邊咧，成個嘅醫療嘅流程係咁樣嘅。OK， 你買完份單，跟住咧你就 claim 錢啦，係咪？咁你 claim 錢，第一你個客會打俾我啦，同我講話，我唔舒服，然之後我就問佢咩唔舒服，然之後就話俾佢聽，你可以去邊一個醫生嗰度睇啦，咁樣，咁佢可以睇獨立醫生啦，又或者去睇一啲醫療中心啦。OK，咁但係無論獨立醫生定醫療中心咧，宏利都好好嘅。你入院前咧，因為以前啲人驚賠唔到錢啊。OK，啲人其實買醫療保險最驚係 claim 唔足啫嘛。咁 Manulife 咧依家好好啊，佢有個初步評估去俾你噶。咩叫初步評估咧？就係個醫生咧寫咗先 ，OK， 寫定嗰啲項目，然之後咧就 by email 咧 send 去俾宏利 ，OK，send 俾宏利，宏利咧就會根據佢嗰份保單，客戶嗰份保單嚟回覆翻喺入院前喎，即係你未做呢個手術嘅 ，OK，
入院前咧，你已經係回覆翻究竟個客戶係 cam 唔 cam 得足咁樣啦。咁啊，然後咧就初步評估啊 ，OK。咁嗱，但係當然啦，唔包係 final 嘅，因為咧 final 可能佢一開個肚，哦大鑊，原來佢有幾粒息肉嘅咁樣，咁你手術費就會加啲啦咁樣。咁到時候咧就會麻煩啦 ，OK。咁所以但係初步評估咧，你係會知緊你 cam 得足㗎。咁你起碼咧，你做 agent，你個心入邊咧，你個預算都係安心啲啊，同埋你個客咧都唔會係咁問你，喂 cam 唔 cam 到啊 cam 唔 cam 到啊咁樣。喂，如果少咗2-3萬啫喎，好似呢個 case 咁樣，呢個客嚟個 case 嘅話，喂，如果呢個客係10皮嘢咁樣，咁唔通10皮嘢 cam 唔到，唔知我俾個客咩係咪？咁唔會噶嘛係咪？咁所以就第一就係醫生咧 Manulife 咧就可以俾個醫生咧就寫個預先核保啦，預先核保咁樣。咁啊初步評估見唔見啦？要初步評估 OK。咁啊病房及膳食費嗱，其實咧成張單都好簡單嘅啫，就係分幾個唔同嘅結構啊。第一就係你喺入邊咧。玩嘅費用啦 ，OK， 即係飲食啊，或者雜費開支啊等等啦 ，OK。第二咧就係嗰啲醫生咧係咪 cap 你錢啊 ，OK， 即係嗰啲醫生巡房費、主診醫生費或者係外科醫生費 ，OK。咁呢啲咧係行埋嚟個醫生睇你兩眼啦，然之後收你千零蚊啦咁樣。咁啊，所以咧就第時個女咧大個咧叫佢做醫生其實都好啊。咁樣咁啊望一望你就收你2000蚊啦。咁啊之後咧有個外科醫生費。麻醉醫生費、手術室費，即係咧，其實咧呢個咧先係佢做嗰個手術喎，即係14,000蚊喎，頂你知唔知啊？見唔見到啊？即係成張單咧，原來啊係10皮嘢張單埋單係10皮嘢 ，OK。咁張單10皮嘢咧，佢原來個手術咧只不過係做手術係14,000蚊喎，其他咧係嗰啲診症費啊，同埋即係簡單啲講，佢係咪望下你咧，佢係收錢啦，最貴咧唔係啲手術錢，咁係佢嗰個權威同埋嗰個專業錢。咁樣，咁呢個 case 咧好特別嘅，特別在啲咩咧？特別在咧就係你見唔見到佢其實咧係有啲唔係好 cam 得足㗎 ，OK， 有啲唔係好 cam 得足㗎。呢一個 MM 大家留意啦，因為咧呢個 MM 咧就係個客人咧買單嘅時候咧可以揀申請或者唔申請嘅。依家咧份單咧就本身咧 cam 唔足，但因為咧佢買咗呢個 MM 啊，佢買咗呢個 MM 就係咧如果佢係 cam 唔足嘅時候 ，OK， 佢嗰個費用咧有80% 咧都係宏利幫你俾嘅。嗱，我唔知你聽唔聽得明啊？你聽下先，咩係 MM Major Medical 咧？就係如果我假設啊 ，OK， 我有cam 10萬蚊，10萬蚊 ，OK， 冇咁大個數，1萬蚊，咁咧我明明咧就 cam 咗8000蚊 ，OK， 有2000蚊，正常我要自己貼嘅 ，OK， 但係咧有2000蚊入邊嘅20% 咧先要自己貼，明唔明啊？即係有1600蚊先要自己貼。其餘咧，咪有1600蚊係宏利幫你俾 ，OK， 有400蚊咧先係自己貼，即係82法則啊 ，OK， 宏利咧幫你俾，剩得有80% ，OK， 你自己淨係俾個2成得噶啦，喺 cam 唔足嘅情況下 ，OK， 咁所以呢個客咧同樣地啦，就係咧佢10皮嘢 ，OK， 咁佢自己咧可以 cam 得足嗰個金額，即係佢 cam 得足嗰個錢啦，咁樣，咁啊呢個就係大家嗱俾大家睇點解咧，想你知道啲項目啊。即係其實咧有唔同嘅項目，嗰陣咧你睇 proposal 嘅時候咧，你會容易啲睇。OK， 咁呢個係初步評估啦。OK， 初步評估你見到啦。咁實質啦，哇，原來 cam 出嚟係咁樣嘅喎。嗱，呢個第二個客嚟啊，因為個客咧啱啱做完啊，星期日先去攞 cam form。嗱，咁呢個咧係實質啦 ，bed and board 啦，見唔見到 ？room and board，OK，room and board 呢個見唔見到？咁樣，咁咧佢係1000蚊一晚啦，然後一個個 item 計嘅。其實咧，所有嘅住院保險咧都係一個個項目咁樣計算嘅，係啊，你會見到咁樣。咁佢最終咧就cam OK 26,783蚊 OK， 咁呢個係佢要 cam 嘅金額啦 OK。咁啊，但係咧宏利咧，佢又 cam 咗26,783蚊咁樣。咁其實咧佢點砌咧，佢都幫你砌翻靚仔嗰個數字啊，基本上 OK。咁所以呢個就係第二個 case 啊，即係其實咧佢係咁樣嚟釐定嘅啲項目咁樣。咁呢個就係。Manulife 咧，佢會 send 呢啲claims approve 俾你啦，等你知道可以發俾個客啦 ，OK， 咁樣。咁然後咧就入院嘅時候咧有啲 cam form 填啦 ，OK。咁所以呢個俾埋你睇嘅啫，即係咧其實嗰啲 cam form 係咩樣？呢個揀醫生填嘅 ，OK。我哋填嗰啲好簡單，就係咧就其實佢買完份單 ，OK。咁啊介紹醫生俾佢睇啦 ，OK。如果佢有事嘅時候，然後咧就當睇醫生嘅時候咧就俾埋 cam form 醫生啊同埋個客簽名咁樣。咁然後咧就即係你見到呢度有兩個簽名 ，OK， 然後咧就俾兩個簽名佢哋簽啦，然之後攞翻嚟交上公司，咁啊完成啦成個步驟，其實都唔難嘅 ，OK。
咁啊，所以呢個就係嗰個住院保險。當你真係實際操作嘅時候，究竟你係點樣做法咯？咁樣好，呢位有冇問題想問？OK，冇問題問嘅話，我哋繼續去啦。OK，好，咁啊講晒，喂，講完究竟你點樣去判斷你買嗰份住院保險或者嗰份醫療保險嘅原理啦？OK，啱啱講，我哋其實買保險唔係買緊保單啊嘛，我哋買緊係咩啊？我哋買緊嘅係嗰個優先權，OK，優先權，OK，咁所以咧，個重點咧就唔係嗰個價錢，OK，但係咧嗰個優先權還優先權啊，我哋咧實際咧我哋都好重要咧，要知道，OK，究竟咧我哋買緊嘅有啲乜嘢俾我哋嘅客戶選擇。我俾個樣你睇下嗱，你見唔見到啊？你見到咧，我係全部嘅項目分配咧，其實咧我都係講緊全包型同埋普通型同埋全包型同埋普通型噶，見唔見到呢啲項目啊？喂，咁即係咩意思啊？即係咧都係嗰句醫療保險咧分兩種嘅啫，分兩種，一種係咩啊？全包型 ，OK， 全包型係咩啊？貴啲嘅全包嘅 ，OK， 第二種係普通型，普通型係咩啊？平啲嘅平民百姓買嘅 ，OK。大家知道係咪 ？OK， 咁其實咧嗱，放大啲呢俾大家睇下。OK， 買醫療保險咧，你嘅 concept 咧一定要知啊，清晰啊，一定要知。但係咧其實你究竟賣點樣賣啊？點樣 sell 啊？點樣講啊？OK，你要喺個保障 ，OK，XY 軸有見過係嘛？XY 軸 ，OK，個保障上面 ，OK， 你一定咧要知道咧，嗰個。俾個紅色你啊 ，OK，你一定知道個保障層 ，OK， 同埋個目標客戶群咩意思啊？即係邊個人窮，邊個人有錢咁樣，你要知道啊，係咪？冇理由一個窮嘅，OK，你都係佢想保障好大量咁樣，咁你唔會啊，你唔 make sense 啊嘛，係咪？咁你一定係一個有錢嘅客戶，你先至買到張單大啲噶嘛，咁樣。咁但係你點揀咧？如果你個客咧明明係有錢喎，咁但係咧。你買個普通醫療俾佢，咁你又係無聊啊，係咪？你又唔 make sense 啊，個客睇你唔起啊，覺得佢。咁所以覺得咧，你要知道咧，嗱呢個係分水嶺，一二三，記唔記得？一二三，咁咩係一二三咧？一咧，第一個講一先啦。一咧嗰啲係最左邊嘅，OK，就係最左邊嘅，OK，你唔會見㗎啦，基本上就係咧一啲你可以將佢 top 嘅醫療，例如舉個例子，例如我阿哥咧係政府工嚟嘅，OK。佢咧係買一嘅正常情況啊，正常買一啊，點解？因為佢有個好強勁嘅政府醫療啊。我係佢老豆老母，即係唔係我阿哥老豆老母，即係我老豆老母啊。OK，可以入院咁樣，咁咧已經係可以 claim 得到錢，但係佢做緊公司醫療喎，你要知道，你要清晰。OK，咁即係一啲好即係有貴嘅全包型嘅醫療嘅公司醫療。OK，咁佢就會做呢啲 top up 啦。OK。因為咧佢怕 OK，can 唔足 can 唔晒 OK。我淨係記得567咯，嗰啲識唔撚記得。Bobby 係咪唔撚記得？哇！瞄翻 Bobby 個咪先。OK，繼續。咁啊，第二係咩？第二就係普通醫療啦，普通醫療 OK，普通醫療就係咧啱講緊一啲自願醫保，自願醫保啊，記唔記得啊？靈活計劃 ，OK， 靈活計劃 ，OK， 咁就係一啲分賠償啊，分項保障咧設有分項嘅賠償限額 ，OK， 跟住第三嗱呢又喺左邊個你見啦 ，OK， 第三再上啦就係一啲全包型醫療啦 ，OK， 就係咩？就係咧富裕家庭啊，富裕階層 ，OK， 而且咧佢係保障係最高嘅 ，OK， 咁就會去到咩啊？富裕咧佢又有分唔同嘅墊底費喎。OK，嗱，我放大啲俾大家睇，呢個表咧係好重要嘅，我同大家講好重要。OK，睇完咧你就明白究竟係點樣買法㗎啦啲 plan。OK， 見唔見到？好，咩意思啊？就係咧，第一，當嗱你依家可以諗下我哋通常咧90%咧，我哋都會 sell 咗全包型先嘅。OK，因為咧現今世代嘅全包型醫療咧唔係好貴嘅啫，好平嘅啫。
OK， 大約咧可能佢0至到15歲咧係1萬蚊一年到嘅啫。OK， 1萬蚊一年到就有全包型醫療㗎啦。OK， 咁樣買貴啲嘅話咧就係咩意思咧？咁點樣即係啲人話喂貴？我哋做保險咧，好似藥材，好似中藥師咁啊。咩叫中藥師啊？其實咧啲客係唔知㗎，即係咧老實講，今日咧喺呢度做得嘅咧都係準備入行 ，OK， 同埋考完牌或者考緊牌嘅新同事 ，OK， 你哋喺做當你哋依家身份咧，其實都係一個客嚟嘅。正常係客啦，你係唔會知道究竟實際操作。其實依家咧我哋做保險就係咩啊？實操就好似一個中藥咁啊。中藥師係點樣㗎？喂，中藥師咧係你背脊有個百子櫃㗎嘛。OK， 百子櫃你知唔知係咩啊？百子櫃即係100個嘅櫃 ，OK， 咁啊10乘10嘅百子櫃，咁然後你又負責執啊，究竟執好啲藥究竟係俾邊一啲藥去俾個客人咧咁樣，咁其實個 concept 係一模一樣嘅，個客人咧永遠都唔知道你個貨架上面有啲咩賣嘅 ，OK， 所以咧佢係不能夠正確話俾你聽佢想買啲乜嘢，明解唔明解？即係你係 suggest 佢買啲乜嘢係重要過，即係你嘅 opinion 啊，你嘅 opinion 先至係你值錢嘅地方，你要記住，你嘅 opinion 先係你最值錢嘅地方。咁樣咁所以如果你冇 opinion，你唔識嗰啲 knowledge，其實咧你就連一個 sales 都唔係 ，OK， 所以你要識得去分配或者分辨究竟邊隻係貴嘅產品，邊隻係平嘅產品，邊隻係抵買嘅，邊隻係唔抵買嘅 ，OK， 咁啊好，再上啦，咁你意思咧就係、是。呢度有分全包型同埋普通型啦 ，OK。咁再上全包型呢度咯，大家望下呢個部分。其實你心水清，你會見到啦。第一，佢係分咩咧？佢係分唔同嘅病房啦，記唔記得？佢係分唔同嘅病房啦。如果你買全包型醫療，但係你就係住普通病房咧，你會平啲啊。聽到？你會全包型醫療，但係你普通病房你會平啲啊。跟住咧，喂，你住私家病房你會貴啲啊。住私家病房你會貴啲啊 ，OK， 而且你唔同嘅自付額你又唔同啦，但係呢度睇唔到自付額啊，但係咧反而我睇到嘅咧就係亞洲地區啦，美國地區除外啊，或者係包埋美國地區啊，包埋美國地區啊 ，OK get 到係嘛？即係原來咧係唔同嘅地區啊，同埋唔同嘅終身限額同埋個人賠償額都係唔同啊 ，OK。咁樣，咁所以咧，你哋要知道啊 ，OK， 識睇咪呢張圖？呢張圖咧喺你 material 錄啊，得閒 cap 出嚟睇下。好咁再落啦。你譬如咧，你買一份醫療保險咧，你會睇到 ，OK， 呢度，大家一齊望清楚呢個位。OK， 你有唔同嘅自付額嘅，你有唔同嘅自付額嘅。啱啱講咩叫自付額咧？就係譬如你 claim 到某個程度，你先可以索償呢一份保險嘅 ，OK。意思即係，譬如你買啱啱呢個進入啦，OK， 進入 OK， 0同埋2萬5，零意思咧即係你根本1蚊雞你都唔使，即係咧可能你我入院做個腸胃鏡 ，OK， 28,000蚊 ，OK， 咁我就28,000蚊 claim 足啦，係咪？呢個第一個比喻冇咁講，特別係譬如我入院 ，OK， 可能我做個8,000蚊嘅小手術，咁我8,000蚊我就一定 claim 到啦 ，OK。一定 claim 到，因為我係0自付額噶嘛。OK， 但係咧，我譬如我係做過8,000蚊嘅小手術，我及後2萬5、5萬、10萬呢啲咧，其實我係 claim 唔到啊，我用唔着噶份醫保，我係用唔着。OK， 但係咧，要調翻轉咯。如果我個手術係2萬8咧，2萬8 OK， 咁我2萬5咧，我又會 claim 得到啊。呢度5萬咧 ，OK， 2萬5嘅話，我想問下2萬5你可以 claim 到幾多錢？喺留言室嗰度答我，唔該。如果我係一個28,000蚊嘅手術，我買咗一份全包型醫療 ，OK， 25,000蚊嘅自付額 ，OK 嘅自付額，我最終28000呢一個手術 ，OK 入院我可以 claim 到幾多錢？冇錯啦，我哋係 claim 到3,000蚊嘅 ，exactly claim 到3,000蚊嘅。咁如果係喺5萬嘅自付額咧，佢就係0蚊啦，佢就係0蚊啦。咩意思啊？因為咧你有既定噶嘛，一定有個底數，你一定要
超過先至買得到。但係有啲人會問啦，超過先 claim 得到，有啲會問，喂咁傻點會咁樣賣啊？咁我話俾你聽，好多人就係咁樣賣，因為醫療費最恐怖嘅地方就係佢無窮無盡，係不停頂巴嘅。OK， 咁你嗰啲自付額咧，你最多 cap 都係2萬幾蚊啫喎。係我啱有個客10月做生 cancer 乳癌4期，咁佢由10月嘅時候去到而家3月啦，11、12、1、2、3 5個月啫，佢已經 claim 咗 Manulife 260萬，260萬 claim 咗 Manulife，佢正正就係買25,000蚊嘅自付額，即係換句話講，佢話嗰陣時好大口氣啊，佢話喂25,000蚊俾你咯咁樣，咁我 claim 翻260萬怕咩啫咁樣，係啊咁樣，咁所以就完全有存在住嘅價值咯咁樣，咁啊但係你問我通常我一做我就會做個零自付額啦，我就會做個零自付額啦，咁樣，咁啊但係當然你睇下嗰個客戶究竟係咪可以合適做呢一樣嘢咯，咁樣，咁啊即係驚佢冇錢啊 ，OK， 咁但係一陣俾埋保費大家睇咧都唔會好貴。好，咁啊健康折扣啊 ，OK， 健康折扣睇下先啊，識得判斷啦呢個部分最緊要係啊咁樣，咁其他咧都係之後再同大家細講下喺個 proposal， 呢個產品手冊咧太過詳盡啦 ，OK， 太過詳盡咧講完大家瞓覺打，你哋咧要自己咧係可以睇書咁咯，即係睇書咁咪入個腦入邊咧，你就有機會啊你睇一次得㗎啦，其實你睇一次啊，你人生你做會你睇一次，成個產品手冊，你去明白晒佢成盤嗰個嘅運作 ，OK， 咁你就會贏啦，你有機會同客講得翻咁樣。咁啊有啲特色嘅嘢啦 ，Manulife，OK， 就係咧你可能2個保單週年未有索償嘅話咧，咁你就可以有16% 保費折扣優惠啦 ，OK， 即係佢醫療保險咧會加價㗎嘛，會加價㗎嘛，咁咧你去到加價頂多咪6-7%、10%咁樣，咁你冇 claim 個錢，佢就有16%，即係俾你加價幅度低翻啲啦，咁樣。咁啊，第二 Manulife Move 啦，Manulife Move 咧就係曾經咧好出名嘅就係做運動減保費，你 down 個 Move 嘅 app 咧連落去你個手機 Health 嘅程式咧，咁樣咁你可以有10% 嘅保費折扣優惠啊 ，OK， 咁樣，咁啊同埋你每年可以扣稅啊呢份。咁啊，睇下先。嗱，呢好多數字啊，睇下大家想唔想睇，睇唔睇明？但我照解俾大家聽啊。第一咧就係、其實咧，佢雖然話即係佢全包噶嘛，你見到佢係叫全包型醫療。嗱，不如下低啲望下先。OK，呢啲例子咯嘅。嗰啲太複雜啊！呢個，俾埋你睇呢個。OK，咁咧佢呢個係一個你會見到，其實佢個一個四隻大字全數賠償，4隻大字全數賠償。OK， 病房及膳食 ，OK， 雜費開支全數賠償。呢個就係全包型醫療嘅威力啦。OK， 同樣地，我開普通型嘅產品手冊俾大家睇下，普通型嘅產品手冊俾大家睇下。其實咧入邊咧個內容都好類近嘅，但係咧俾個項目你哋望一望，你哋就會明啦。完啦，見到了沒有？點樣睇啊？你會問點睇啊嘛？我俾你睇下。OK，嗱，中間呢行唔使理佢啊。你會見到嗱，呢邊左邊咧就係全數賠償啊嘛，係咪？全數賠償。但係咧佢係病房及膳食費係咁樣嘅項目噶喎。咁呢邊咧病房及膳食費咧，佢第一佢有180日嘅限額嘅，即係每一年最多你可以住180日。第二就係如果你揀普通病房咧，你得1200蚊嘅啫，你得1200蚊。雜費開支咧，你都係得15,000蚊，明唔明啊？即係咧你嗰個主診嘅巡房費每日係900蚊。如果佢係買呢一份 plan 嘅話咧，啱啱俾你睇個 case 咧，其實已經爆咗噶啦，因為佢2日醫院啫嘛，佢都係1800蚊啫嘛，只可以。OK， 咁佢每個保單年度嗰個專科醫生費咧又係4300蚊，咁啊好無聊啊！即係個醫生咧無啦行埋望你兩眼咧，佢係收你呢個 charge 咁樣嘅，咁所以咧就
呢個最厲害嘅地方就係見到全數賠償咯，即係啱啱講啊嘛。你如果你買保險，其實你唔係買個全包醫療，其實唔知做乜。因為第一，你如果你真係想買份單，普通保下你自己嘅話，你根本就唔需要買保險，你去買政府醫院都得啦，即係你去入政府醫院嚇，你買咧全包型醫療，你買醫療保險嘅原因最大係因為你要攞優先權啊嘛，係你要攞個優先權 ，OK， 咁所以優先權嘅意思咧就係你有權去做你所有嘅決定，所有嘅事情啊。咁所以咧，你要買全數賠償嘅保險係最好啊。咁啊，不過都係嗰句啦，實際操作 OK。如果你個客咧係真係冇錢啊，幾百蚊一個月啊，咁樣淨係可以300蚊咁樣，咁你咪買個普通醫療咯咁樣。咁但係你問我 sell 嘅話，一開頭一定係講咗個全包醫療先，你對個客嚟講呢個好大好處咁樣。咁啊，而且佢係分手術啦。嗱，手術呢度咧好 QK 啊，大家要留意。其中一個咧，最多人 cam 爆或者 cam 唔足嘅唔開心嘅經歷咧，其實咧大部分咧都係嚟自於嗰個普通病房嘅，即係嘅手術費啊，即係手術費啊，即係例如咧可能照腸胃鏡咧係8000蚊、8500蚊啦，或者係啱啱其實實皮嘅嗰個咪12000蚊嘅，嗰個係割膽石啊，嗰個客係割膽石，因為膽生石啊已經落到去嗰個輸卵管嗰度咁樣，咁啊割膽石。但係咧，佢個收入費係萬幾蚊，但係你知唔知佢其實都只不過係一個小型手術嚟喎，即係佢係一個小型手術嚟喎。小型手術係咩意思啊？小型手術係5000蚊我覺得，即係如果佢係冇全包型醫療嘅話咧，其實佢係唔 work 嘅 ，doesn't work。佢成件事係 care 唔足 ，OK？ 咁你買完份保險 care 唔足，你諗下你個客幾嬲係咪？你要好多前置俾佢咯，即係話俾佢聽啊，點解會咁啊，成啊咁樣。咁但係即係呢個就係嗰個最大嘅分別啦。好咁啊，但係咧全包型醫療咧都唔係無敵嘅喎，大家要留意喎。全包型醫療都唔係無敵嘅喎。咁你睇下左邊呢個部分啦，其實咧啱講佢每個保單年度咧低啲，再低啲，睇先啊。佢係有個限額喺度嘅，其實都 OK。OK，佢每個保單年度咧，佢有分嗱，你有得買啦，OK，有得買平啲、貴啲咁樣啦，OK，自選，OK，自選嗱，大家記住Manulife 咧自選啊，意思咧即係普通病房 ，OK，自選咧即係普通病房 ，OK，精選咧即係見到呢個自選呢個字啊，普通病房，精選咧就係半私家 ，OK，優選咧就係私家病房 ，OK，咁啊其實跟翻佢個 coverage 嘅，跟翻佢個 coverage 嘅啫。OK， 如果你嗰啲super rich，OK，super rich 咁樣你就買呢個啦，因為咧佢可能要周圍去嘅，OK，咁啊去美國啊去成啊咁樣，咁啊你 is not super rich，OK，你普通人嘅話咧，你就買普通病房 ，OK，可以咁樣解釋嘅平時 OK，咁所以呢個你就要視乎你自己嚟去決定啦 ，OK，咁樣，咁所以有權數概念嗰個賠償，好，呢個位有冇問題想問先？各位，如果呢個位冇問題想問咧，我哋就去睇下個價錢啦。好，喂，好多人會問啊，即係其實咧，其實嗰個價錢咧係差幾遠啊？即係啱啱講兩種啦，OK，一種係普通型醫療，一種係全包型醫療，OK，普通型醫療同埋全包型醫療，咁咧已經咧係編咗俾你哋睇啊，我已經編咗俾你睇啊，即係咧其實咧呢個你見到宏利全護航嘅自願醫保嘅靈活計劃 ，OK。宏利晉悅嘅自願醫保靈活計劃 ，OK，咁即係咩意思啊？即係咧，左邊呢個咧係普通型 ，OK，右邊呢個咧係全包型 ，OK，咁樣，咁啊，我哋一齊解一解第一版睇下。你會見到咧，其實咧解個 proposal 係咁樣嘅，譬如我假設可能係 Bobby 咧，你依家咧做緊嘅呢個計劃咧係普通型嘅醫療計劃咁樣，咁啊。
名就 VIP 啦。咁啊，35歲男士係非吸煙啊。嗱，留意買醫療吸煙同埋非吸煙咧係冇分別嘅，嗰個保費醫療係冇分別嘅。OK，危疾先至有分別，買危疾個保費吸煙同埋非吸煙有好大嘅分別。OK，但係你要留意，一定要報。OK，無論你吸煙定非吸煙，你一定要報，因為個 X 光同埋驗血一照一抽血，你一定知道你個 report 係點樣噶啦。OK，咁所以冇得呃嘅。OK，我哋跟足條款照樣報。OK，冇辦法噶啦。OK，咁樣咁啊，最多買大啲買細啲個額嘅啫。但係如果唔係你唔報咧，你瞞報 OK，佢會唔 can 俾你嘅，佢有權。OK，咁所以我哋一般咧，我哋全部都會正常操作。OK，男士35歲非吸煙。OK，咁買一份普通型嘅醫療。OK，買一份普通型嘅醫療靈活計劃，靈活計劃真係普通型靈活。OK，咁就1萬蚊咧唔使理佢噶啦，通常咧喺嗰啲危疾嗰度先有用嘅啫。你當佢人壽額啦，如果你走咗咧，你買份醫療咧，你有1萬蚊賠俾你嘅，但係都唔係啲乜嘢咁樣。咁我哋通常港幣單買嘅，咁5421蚊。嗱，依家買單好抵啊，睇下大家。Bobby 你30% off 咧可以買到啊，折扣優惠第一年。咁即係1600蚊咧唔使俾，黃利幫你俾 ，OK， 所以3000幾蚊，咁啊3.79保險徵費啊，唔關我哋事啊，咁所以咧加埋落去咧就係3798蚊。好，第二全包型醫療都係35歲非吸煙啊，你見到 ，OK， 自願醫保靈活計劃，自選級別即係咩意思啊？自選級別啱講過啦，即係普通病房，嗱，你有得揀個自付額嘅喎，留意你有得揀個自付額嘅喎，自付額係港幣0啦 ，OK， 港幣0啦 ，OK， 咁你有得揀啱啱22,500啦，或者8000啦等等，咁啊30% 嘅保費折扣啊 ，OK， 依家再平啲 ，OK， 減4300幾蚊 ，OK， 加埋保險徵費咧，即係你係8000蚊啫 ，OK， 即係你做份全包型都係8000蚊，嗱呢個就係兩者之間嘅分別啦，兩者之間嘅分別 ，OK， 咁樣，咁啊除翻咧每個月咧月費又唔同嘅，月費係貴翻少少啊，除翻開。咁樣，咁但係咧睇下個分別先啦。OK， 好，全包型醫療咧第二版咧係咁樣嘅。其實咧即係呢個係嗱呢個 proposal 咧係俾客戶睇嘅，我係俾客戶睇嘅。OK， 嗰個產品手冊咧你睇得明咧，你係你會成功嘅喺呢個行業，即係你係有成長，唔能夠講成功嘅，即係你要識睇一定要咁樣。咁但係咧如果咧你呢個 proposal 咧你都睇唔明啦，你可以收工啦。即係咧你係一定要第一日你唔會睇得明嘅，第二日你一定要論咯。你要編出嚟睇清楚 ，OK， 因為你係要靠呢個 proposal 解俾個客聽啊 ，OK， 咁所以咧做翻10/8咧開始，如果你真係想揾到錢啊呢個行業入邊，你要即係你必須要睇得明個 proposal 係點樣解俾個客聽咁樣，咁啊儘管你未必一定係完全講晒個 proposal 嘅內容，因為講起上嚟都成個鐘可能要咁樣，咁但係你一定要明每一個項目究竟係做啲乜嘢咁樣，咁好再落病房及膳食 ，OK， 病房及膳食，咁啊每日咧就1200蚊 ，OK， 然之後每個保單年度咧就係180蚊，咁係咪同啱啱我講嗰一樣啊？同啱我講嗰一樣 ，OK， 咁啊等等啦，咁啊複雜大型小型手術等等都係一樣啊，同啱啱講嗰啲，咁樣，咁啊你一路論啦，有啲咩唔明咧，你隨時可以問李經理啦，問我啦 WhatsApp， 係咪或者係啦，或者 WhatsApp 問我都得，咁樣，咁啊好睇睇呢度啦，第二版。大家見到，勁屈機 ，OK， 簡單到不得了，4隻大字，全數賠償 ，OK， 亞洲 ，OK， 你去美國你唔好整親 ，OK， 咁你去亞洲得噶啦，咁樣，咁啊，然之後病房級別見唔見啊？普通病房 ，OK， 普通病房 ，OK， 咁樣，咁然後咧就係咁簡單啦，咁啊最多咧就每個年度最多冇 claim 500萬啦，一世人最多冇 claim 2000萬啦 ，OK， 咁啊。就係咁簡單，咁啊再落就無索償折扣啦，咁樣，咁啊然後啲細項啦，咁樣，咁啊平時咧講 proposal 嘅時候咧，我會解埋俾個客聽，咁樣，咁啊最緊要係咩咧？最緊要係如果咧你有啲咩事嘅話咧，你記住打俾我啦，即係我哋 agent 啊嘛，OK，咁我就會幫你得到最好嘅治療啦，咁樣，即係 proposal 就係咁樣講法，唔係你 proposal 咧，你講埋細節落去，好呢個咧有冇問題想問先？
未有係咪？如果未有咧，我哋就個講埋啦，差唔多啦，是啦。OK，個保費率表啊，個保費率表，保費率表好緊要。OK，你要知你幾多錢啦，其實個客。OK，呢個係普通型嘅保費率表啊，呢個係普通型嘅保費率表。OK，呢個係呢個係普通型嘅保費率表。佢有啲拎住機，稍等等啊。OK，呢個普通型保費率表，佢入邊點樣分咧？佢入邊咧係分男性、女性先啦。第一 ，OK，佢係分war plan，即係war plan 男性定係女性。OK，跟住咧一路都落去，你見到 war plan 女性咁樣啦。OK，我假設啦，OK，有冇人想將自己嘅年齡打上去㗎？有人想將自己嘅年齡打上去，跟住睇下你自己依家買份單係幾多錢啊？舉個例子你聽下。OK，好，例如咧，我例如係我自己啦。OK，咁啊30歲咁樣啦。OK，大家都唔想報年齡啊，果然係。咁啊30歲，如果我想買咧最普通嘅醫療啊，最普通醫療保險 ，OK，我自己咧可能係4780蚊 ，OK，我就可以買到噶啦。一年4780蚊 ，OK， 除翻真係一個月幾錢啊？OK， 除翻咧真係4780蚊，除翻一年 ，OK， 即係哇，真係400蚊都唔使咧，我就買到啊呢份單。即係一個醫療即係醫療嘅住院保險 ，OK， 即係完全係平到底。咁喂，如果我係買份自存咧，都係普通病房，但係全包喎。嗱，呢個係全包型啊，見唔見啊？普通病房但係全包型嘅醫療保險。OK，我係譬如我30歲啦 ，OK， 咁我係睇下先嚇，零字負額啦，我揀。OK， 9804蚊 ，OK， 9804蚊，除翻12個月，喂，817蚊，即係我加500蚊，我就可以買到啦。加500蚊，即係相差兩個相差差距係500蚊，兩個相差差距係500蚊咁樣。咁啊，呢啲都已經 send 晒俾你啲 material， 即係譬如可能Barry 咁樣啦 ，Barry 係凍齡人嚟噶嘛 ，OK，Barry 係可能買份即係全包型醫療咁樣，咁啊14,000蚊咁樣啦。14,000蚊咁樣，咁啊2萬蚊、3萬蚊咁樣一路再落咯。咁你會見到其實一個好勁，即係好激動嘅情況就係，你見到咧，其實咧買全包型醫療咧最擔心嘅地方咧就係保費貴。個保費貴咧唔係喺我哋呢個年紀啦，即係30歲至40零歲咧，其實保費唔會好貴啊。你見到啊，都係幾萬蚊嘅事啊，即係2萬零蚊，即係2000零蚊一個月咋。你57歲都係，你又揾唔到咩？我相信你57歲嘅時候，你買得醫療保險你正常，你2000幾蚊你又 claim 過錢嘅話，你唔會唔俾啊？一個月，但係咧，喂，哇，你睇下，見唔見啊？70歲，哇，6皮嘢喎，你知唔知啊？一年6皮嘢，一年6萬蚊喎，64000喎，跟住加4000蚊幅度喎，3000蚊幅度咁加稅喎，係啊，呢個就好強啊，咁樣，咁啊，你有兩個做法啦。如果加價幅度咁勁，你有3個做法。OK，第一咧就係你去買翻啲普通型醫療啦 ，OK， 買翻啲普通型醫療啦，即係一開頭嘅時候你已經選擇普通型醫療啊，因為太驚 ，OK。第二就係養兒防老啦 ，OK， 養到啲小朋友啊，養到啲小朋友咧就生啲小朋友出嚟幫佢供份醫療保險啦 ，OK， 咁啊第三個做法咧就最勁啦，最關鍵啦，第三個做法咧就係做一份儲蓄計劃啦，叫醫療對減啊，遲啲會教 ，OK， 醫療對減係咩咧？你年輕嘅時候咧，因為每一份保險公司嘅儲蓄 plan 咧，佢都有回報啊嘛，你年輕嘅時候咧就擺定一嚿錢啦，慢慢儲 ，OK， 可能10年8年咁樣啦。儲完之後咧，你就得喺度唔使理佢，得喺度唔使理佢。咁佢咧吸翻出嚟嘅回報咧 ，OK， 你唔儲呢啲錢都係使咗啦，其實。咁你擺入保險公司入邊咧，得翻出嚟嗰啲回報咧，其實佢夠俾你可能10皮嘢一年，然後就攞嚟交呢啲保費啊，咁樣。因為遲啲會教我 topic， 老咗嘅時候有3樣嘢係最重要噶嘛，一種係
生活費，第二種係咩啊？第二種係醫藥費 ，OK， 第三種係旅行費 ，OK， 呢幾種啊嘛 ，OK， 三種最重要嘅生活費 ，OK， 三種最重要用嘅錢啊，老咗之後，咁所以你就可以做啲醫療對減咁樣，遲啲可以問下經理咁樣。咁好，咁整體咁保費大家都知道啦，係咪？即係你嗰個年紀你就揾翻嗰個保費 option 啦，咁你又唔使督住個保數咯，撳嚟撳去 OK。咁再者咧，last 講咩咧？就係講咗咁耐，其實我買呢份單係賺幾錢嘅咧？我買份醫療單賺幾錢啊 ？OK， 有冇人答到啊？你知唔知買一份醫療單係賺幾多錢佣金啊？呢個緊要啊！呢個真係，呢個係聽成晚 OK， 就算係個客幾多俾人罰都好 OK， 嗰個賺嘅佣金都係好重要啊 OK， 因為你始終你做保險，如果你嗱啲人成日講啊 OK， 做保險咧係唔睇錢嘅 OK， 我話俾你聽，just a bullshit OK， 因為你唔睇錢咧，你根本係冇辦法 OK 能夠持續性喺呢個行業入邊服務你嘅客戶啊！聽住啊，如果你係冇啱講咗咁耐 OK， 你係完全冇諗過。等今晚會唔會講呢個佣金 ，OK？ 或者你今晚會唔會講呢一個，即係講我買一份呢啲單係賺咗幾多錢嘅話咧 ，OK？ 咁我話俾你聽，你一定要將自己帶去呢個新嘅角度啊 ，OK？ 你買呢份單 ，OK？ 我每買一張單，你知唔知我繼續堅持落去最大原因係咩啊？就係能夠服務得到我上一個客戶嘅承諾啊嘛。即係我買完呢份單，我同嗰啲 friend 細神劈完講，喂，我一定係無論如何我都要服務到你啊咁樣。咁如果你離開咗呢個行業嘅話，簡直係咪就係破壞承諾咯 ？OK， 咁所以咧，我一定要 keep 住喺揾錢 ，OK， 咁所以先至買得到下一份單 ，OK， 咁所以咧 ，that's why 呢度咧話俾你聽其實呢買一份醫療啊，醫療單其實係醫療單係基本上係最少佣金嘅 ，OK， 最少佣金，但係咧佢係好 long last 好長時間嘅佣金 ，OK， 好 long last 好長時間嘅 ，OK。你會見到佣金率 ，OK， 佣金率，其實咧你係25%嘅，買一份單25%，OK， 25%，跟住係10%、10%同埋10%。好，第一年係25%，點解？有兩個原因。第一買醫療單咧，以前咧係50%嘅，以前好耐以前 ，OK， 其中最大原因係你都唔使 sell 啊，其實買份醫療單你都唔使 sell。如果咧買份醫療單咧，即係。個佣金咧係嚟自於你覺得嘅難度，同埋你願唔願意作出銷售啊 ？OK， 嗰啲危疾單嗰啲咧去到50隻嘅，因為個客戶咧要越買越大，越買越大啊嘛，即係可能佢有100萬嘅危疾咁樣，咁你要諗盡腦汁，諗盡辦法話俾佢聽，你買唔夠喎咁樣，咁你點樣加落去啊咁樣，咁你要靠你個人思考咁樣，咁但係咧你買醫療單咧，其實你唔使啊，啱聽完講完，其實咧我相信啊。你哋一個禮拜內 ，OK， 你一個禮拜內，你都可以出去同你身邊嘅 friend 講翻，你甚或者你可以先買，即係先買咗張單先，然之後入職嗰段時間你就直接簽咁樣咯，即係先同佢傾好咗先，咁樣，咁你都係即係好簡單啊，買一張醫療單咁樣，咁所以就係25%啦，咁樣，咁第二係咩咧？我哋好中意買醫療單嘅，因為買醫療單咧，佢個滴仔好勁啊，係啊。有好多人做保險咧，唔係淨係想食第一陣快錢嘅，即係90%嘅人啊 ，OK， 堅持到落去，維持到嘅咧，都係想食後邊呢陣嘅。OK， 呢10%你知唔知個威力係幾大？呢個威力係幾大 ？OK， 你可以諗下咯，你可以諗下喎。嗱呢邊咧，佢會加價嘅喎，即係咧佢係一路交錢嘅時候咧，你就一路10% 緊啦，一路10% 緊。即係簡單啲，譬如我30歲咁樣啦，買份單 ，OK。咁轉醫保全包型，跟住零自付額就係1萬蚊咁樣。咁我10% 咧，哇好簡單嘅數學題。OK， 10% 即係1000蚊。OK， 1000蚊。咁喂換句話講，一年譬如我要揾我要揾1000蚊，意思係咩啊？即係可能我揾24萬，即係2萬蚊一年啦。OK， 2萬，我賣240張啫喎，我成世人我賣240張，我就有2雞一個月啦。240張好少咋，240張係咩一個咩概念啊？就係我哋正常一個 case 王，好中意跑 case 嘅一個同事啊 ，OK， 佢嘅一年追嘅 case，即係每一張單嘅數目咧
就大約係300至到去280張 case 度啦，一年 OK， 即係上到台攞到團隊獎嗰啲，公司獎嗰啲唔講啊，公司獎嗰啲係黐線 OK， 即係喺你隔離又唔係三頭六臂，但係佢日日都做下嘢咁樣，咁嗰啲就200零300張 case 咁樣咯，咁你要揾2萬零蚊咁樣咯。係我哋有個同事咧就專係做醫療單嘅，真係專係做醫療單，簽啲 case 咧都唔算大嘅，即係平時嗰啲儲蓄啊、危疾啊簽嗰啲都唔算大。做醫療單，咁佢依家滴滴仔咧，大概做咗8-9年度啦，8-9年度就3萬幾蚊一個月咯，個滴滴仔，係啊，滴滴仔即係咩意思啊？即係呢啲咯，10咁樣咯，係啊，頭就25咁樣咯。但係咧，你睇你個人興趣咯，因為譬如好似2啱啱打50，OK，我自己有陣時都好中意簽啲 saving 啊，或者簽啲危疾嘅，係因為佢譬如3萬6一年年供保費，我就即刻代16000蚊咁樣咯。即係唔係3萬，我又代18000蚊咁樣，咁嗰啲咪高冚咯，咁樣咁但係最好嘅地方就係有個平衡啦，攞翻咁樣，咁啊所以就係咁簡單啦，咁樣，咁啊睇下先有咩講，冇啦 commission 都講完啦，咁樣，咁啊其餘咧就係咁啊 material 咧就發咗俾大家噶啦，咁樣，咁啊 prefer 大家會經過今晚之後咧，你哋就會睇啦，咁樣，咁啊同埋咧就會重播下。今日嘅會，即係今日嘅教學啦，咁樣，咁啊，然後今日咧係住院保險、醫療保險嘅基礎版 ，OK，咁啊，下個 section 咧，即係下一堂咧係危疾保險嘅基礎版 ，OK，咁有基礎版一定有深入版噶啦，全包醫療一定有普通醫療噶啦 ，OK，普通一定要全包，深入版咧就遲啲會出嘅，咁就係 for 有啲 meeting 就俾你哋聽下一啲實際真係賣好多呢啲單嘅人係點樣埋單嘅銷售角度啊，咁樣嘅銷售角度啊，咁你學下佢哋嗰啲語言咯，學下佢哋啲語言，因為成功一定有佢嗰個方法同埋佢嗰個方案啫嘛，即係佢可能講出嚟嘅時候嘅嗰個輕鬆舒適度可能又唔同啊，佢哋開題嘅點子又唔同啊，咁樣咯。咁但係不過你問我，你依家出去買咗張單先啦，即係你將你阿爸阿媽嗰啲單轉由普通醫療轉晒做去全包型醫療先。OK， 明唔明？即係呢隻啊，即係咧，我話俾你聽，好大部分嘅屋企人啊、親戚朋友，佢大部分都係呢一隻嘅一般醫療保險㗎，唔係好多係自願醫保產品啊。咁你咪轉晒佢咯，咁幫佢扣稅啫嘛，咁樣咯。咁啊，同埋咧就第二樣嘢咧係你要知道啊，今日攞到最重要嘅一樣嘢就係啱啱講到係咩啊？醫療保險係你人生中最重要嘅，即係我哋買係買咩啊？係買優先權。OK，佢係咧你最需要嘅一份救命草嚟嘅，即係佢唔係一個消費品嚟啊！我話俾你聽，醫療唔係一個消費品。最後同大家講埋，醫療咧佢唔係一個消費品嚟啊。OK，佢係一個必需品嚟啊。OK，當你經歷到你屋企人嘅生老病死，OK，你經歷過陪個客可能排八個鐘頭嘅政府醫院啦，OK， 或者係你屋企人有生 cancer 啦，OK， 無論佢係有用到醫療保險定冇用到醫療保險，OK，佢都係知道嗰個重要性啊，OK，但係可能佢同你講嘅時候話，喂，你咪 sell 個單咁樣，咁你話俾佢聽個優先權就係佢唔記得咗呀，即係嗰個你身邊個朋友或者你個客戶 call market 好咩都好，佢係唔記得咗。當有事嘅時候冇買份醫療嘅時候，嗰個慘痛嘅情況嘅，OK，就算唔記得佢睇 TVB 都睇到啊，睇過啦咁樣，咁啊，所以就遲啲咧會再講，OK，究竟佢係即係點樣去切入，OK，但係咧主要嚟講咧，今日咧係講 product 咧就會比較多啲啦，咁樣，咁啊，通常講多半句就係，通常我哋切入點咧就係問下佢，喂，如果你有你冇有500萬醫療費你要用。咁你用唔用得着啊？咁樣，咁或者你依家會攞得到出嚟啊？咁樣咯，即係你要問佢呢啲問題咯，你就千祈唔好問佢，喂，你買唔買單 ？OK， 你買唔買單？今日第一堂係同大家講，千祈唔好問個客，你買唔買呢張單 ？OK，你要問下佢究竟佢嗰份醫療究竟係點，從問題出發咁樣。咁啊好啊，今日咧我哋我要分享嘅部分係咁多，有冇問題想問？都一輪嘴都講咗個半鐘啦，有冇問題想問？
OK，冇問題嘅話就我哋今日去到呢度。OK，有啲乜嘢嘅就隨時 WhatsApp 我問好，或者 WhatsApp 你個打咩 manager 就係咁多啦。Thank you very much，唔該晒大家。